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愿更多与你相近。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早上我们要研读的圣经是诗篇119章第1节到第40节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圣经。行为无可指责，谨守上主法律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听从上主命令，一心顺服他的人多么有福啊！这样的人不做坏事，他们只走上主的道路。上主啊，你赐给我们的法律，要我们切实遵行。我们多么盼望我能忠诚遵守你的法律。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，我就不至于羞愧。我学习你的公正法则的时候，要用纯洁的心颂赞你。我要遵守你的法律，求你别丢弃我。年轻人呢，要怎么过纯洁的生活呢？就是要遵守你的命令。第10节，我一心要寻求你，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。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求你把你的法则教导我。我要高声传述你所立的一切法则。我渴慕你的法律，远胜过一切财富。我学习你的教导，我慎思你的训诲。我以你的法律为乐，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求你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活着来遵守你的教诲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法律中奥妙的真理。我在世上不过是客旅，求你别向我隐藏你的诫命。为了朝夕渴慕你的律例，我的心焦灼难忍。第21节，你责备骄傲的人，离弃你命令的人该受诅咒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咒骂，因为我谨守你的法律。虽然统治者千方百计要害我，我你的仆人仍然要学习你的法则。你的教导使我欢心，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我被击倒在尘土上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救活我。我向你承认我做的一切，你就答允我。求你把你的法则教导我，求你教导我了解你的法律。我要学习你奥妙的教诲。我被忧愁所困扰，求你照你的应许使我强壮。求你使我不走虚伪的道路，开恩把你的法律教导我。我选择真理的道路，我重视你的法则。第31节，上主啊，我遵行了你的教导，求你不使我蒙羞。我要热切服从你的命令，因为你要使我更能领悟。上主啊，求你教导我法律的真义，我愿意始终遵守。求你向我解释你的法律，我愿意遵守，一心遵行。求你领我走你诫命的道路，因为我从他得到喜乐。求你使我乐意遵守你的律例，胜过贪慕钱财。求你使我不看重虚幻的事，求你借着你的道路赐我新生命。你对敬畏你的人所做的诺言，求你实现在你仆人身上。求你使我所怕的辱骂远离我。你的法则多么美好，我要谨守你的命令。求你借着你的公义赐我新的生命。以上。今天咱们分享的主题是幸福起房。伫咱大多读的圣经内底有一个真清楚的主题，就是讲
听主的话，守主的道，就是人生真正的福气。伫开始伫第一节就讲，行行为的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气的。这句话其实足重要的，因为伊直接讲出幸福是啥物是幸福。啥人是有福气的人？毋是有钱的人，嘛毋是成功的人，是遵趁上帝话语的人。第二节又搁讲，遵守伊的法度，专心走出伊的人是有福气的。伫遮咱会当看见一项代志，就是幸福毋是表面的，是一个心的一个问题。是毋是专心？是毋是真正要走出上帝？有时咱信主，其实心内有分足侪地，第一部分是为着上帝，一部分为着家己，一部分为着世界。但是伫咧诗篇内底有提醒咱，幸福的人是专心咧找找主的人。过来伫第9节有讲，少年人用啥物物件来会当洁净伊的道路咧？就是遵趁上帝的话。这句话嘛是足实在，因为人活伫世间，真容易受到影响，受到污染。伊的思想会歪错，方向会毋对。但是圣经讲，唯一的方式就是用上帝的话来修正。这代表有一件代志，就是若无亲近上帝的话，咱的人生自然会歪去。过来伫第11节讲，我将你的话记伫我的心内底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句话嘛是一个关键。信仰毋干那听道理尔，爱甲上帝的话藏伫咱的心内底。啥物是藏？就是讲平常会想到，平常的思想，拄到代志会想起来，然后会当影响咱的决定。这才是真正有进入咱的生命。但是无，也就是听归听，生活就是同款，无啥物改变。所以诗人会讲，咱爱甲上帝的话藏伫咧心内底。过来第14节来讲，我欢喜你的法度，亲像欢喜一切的财宝。这句话嘛是一个挑战。咱爱问咱家己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敢有真正欢喜上帝的话无？有时咱会欢喜伫咧趁钱，伫咧投资，伫咧成功，甚至娱乐，但是对上帝的话反倒转来是无啥物感觉。但是伫咧诗篇内底讲，上帝的话是比这财宝搁较宝贵的。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观。过来咱来讲第18节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会当看见你律法中奇妙的事。这节讲了嘛是真正的好，因为咱常常来读经，但是读无感动。问题毋是圣经内底无内容，是咱的目睭无拍开。所以咱祈祷的时阵，爱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开阔我的目睭。这代表属灵是会当看见的，但是需要上帝的帮助。伫第25节来讲，我的性命亲像搭伫咧土内底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我。这讲出一个状况，就是人会软正，人会无力。有时咱会感觉无方向、无动力，这就是讲咱搭伫土原顶。但是诗人讲，求你爱用你的话来救我。所以咱会当看见的，就是讲上帝的话，无单单是教诗尔，也搁会人重视活起来。所以为第33节开始就讲，耶和华求你指示我你的律例的路，我就遵守到底。这是一个足好的祈祷，毋是讲主啊，你祝福我，是讲主啊，你教我你的路，我愿意行到底。这是一个信仰，而且是一个足坚定的信仰。过来第36节，求你互我的心会当向你的法度，毋是向伫咧贪爱。这句话真实，人的心
计划伊家己诶路，会偏向家己诶利益、贪心甲家己诶需要，所以需要上帝诶帮助，将咱诶心转转于正确诶方向。过来第40节讲诶，我切切爱慕你诶顺序，求你照你诶公义将我救我。这是一个总结，就是讲我真爱慕你诶话，也求你，互我会当活出来。最后，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就是伫咧诗篇119篇第1节甲第40节，咱整理3个重点。第一，真正的幸福是遵行上帝的话，毋是外在，是内在的生命。第二，上帝的话是人生的方向，会修正咱、引带咱、甲保守咱。第三，上帝的话是生命的力量，会当下软弱的人重新得到气力。所以咱今仔日嘛会当问咱家己3个问题，就是第一个，咱有真正看重上帝的话无？第二，咱敢有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无？第三，咱有用上帝的话来行生活无？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人生毋是干那听道理尔，是会当真正活出上帝的话。安尼，咱就是真正幸福起房。愿主祝福大家。咱下头来三角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今仔会当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摆对阮的心来讲话。主啊，诗篇教示阮，真正的福气是遵行你的道，是真正倚靠你来行人生的路。求你帮助阮，毋是听过就算啊，是会当记伫心内，会当实际活出来。主啊，阮知阮常常会是软弱的，有时会偏离你的路，也受世界来吸引。总是你爱怜悯阮，你怜悯阮，用你的话搁一摆引带阮。求你赐阮一粒完全的心，会当爱慕你的话，亲近你，会当渴慕真理。当阮行伫人生的路途，求你做阮的方向，做阮的力量，也做阮的安慰。无论拄到什么环境，阮拢会当记的。你的话是阮的光，是阮脚顶的灯。主啊，也求你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伫工作中拢会当经历你的同在，活出你的生命。阮将一切交托你，阿乐赞美拢归予你。阮爱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我要切切寻求你。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你的爱最美，我心不住思